后来乡亲啊，刷落来清明4天的连假，真侪伫中国的大商会等来台湾祭拜祖先。公共卫生学者出面来呼吁，即摆是防疫的非常时期，中国的大商会当卖等来就先卖等来，就请家属甲祖先并一个就好。咱的乡亲若要去扫墓供纸，嘛无需要全家总动员，派少年的往伊这个勇壮的代表去，安尼就好啊。他来减少着人群的接触。像这个台北市每一年公墓祭祖，拢会来将近18万人。殡葬管理处今年就打算要甲现场的音乐会，也则是发挥透过线顶直播，互民众伫咧厝内嘛会当拜祖先。一拜，大家举香对拜，这上好解一个，因为防疫时期，清明陪亡不如以前这动。尤其是对着真侪大商是要转来台湾祭祖，学者认为讲，安尼应该避免改用网络视讯的拜拜，点清香不如献上心香。如果要慎重卷回来台湾，当然是他的孝心。可是，在这个疫情当下的时候，如果能够不回来，或者是委托台商在台湾的家人代为扫墓，这样就好了。安尼做拢是为着防疫优先。空旷的那种公有墓地，或者是到这个灵骨塔都一样。大家知道，越密集的地方，越人多，这个风险就提高。所以也呼吁大家说，尽可能就是派代表，而且是派那种年轻力壮的代表。哦，这个老人家啦，这尽量不要出门了，因为确实感染到，但重症它比例危险性高嘛。天上人离苦得乐。人间的人平安快乐。台北市殡葬管理处打算将公墓现场发挥，也是音乐会，100人演奏，减到剩3个人，嘛透过线上的直播，好民众伫厝内参加祭祖。非常时期，亲情无计较，毋是有来才有保庇。祖先嘛希望讲后代子孙啊身体健康。